哪怕控制到冇一個球員需要打超過27分鐘。呢個賽季廣東隊喺第二階段先至第一次面對上個賽季雙殺嘅對手新疆隊，被對方18分逆轉，錄得賽季第7場失利，亦都係第一次3連敗。作為第4外援麥高爾首演嘅比賽，喺籃板冇輸、助攻冇輸、失誤冇輸、搶斷冇輸、罰球冇輸，利用失誤得分仲要大幅領先底下，廣東隊就輸咗呢場比賽。咁可唔可以簡單咁樣用命中率唔高嚟解釋呢？4節賽事，廣東隊嘅命中率係節節走低，從55.6%到40%，再到33.3%，第4節更加係低到只係得11.1%，只係命中咗2個運動戰得分。咁點解會咁呢？呢場嘅正選係麥高爾、胡明軒、昆恩、杜潤旺同黃少傑。昆恩作為主要持球者，陣地戰佢會等昆恩去派牌，然之後麥高爾做輔助，咁胡明軒就有好多可以接波投射嘅機會。全明星3分王確實令到胡明軒嘅信心提升咗唔少，亦都係一開始佢可以命中3分嘅關鍵。本來以為咁樣嘅陣容梳理，層次咁出到嚟，到輪換陣容嗰陣時，哪怕打個平手都可以維持到優勢啊！但係估唔到，當第二陣容一上嚟，徐傑仲係冇球權，只能夠踎喺底角，森拿持球同蘇寧加打擋拆，而森拿又唔擅長傳波，於是失誤被追分。常理嚟講咧，應該就係再放翻正選陣容上去穩固，但係因為1、2陣容嘅球員佢係穿插使用嘅，亦就係話兩套陣容係會互相影響。結果睇正負值一目了然，正選陣容都係處於正值甚至係大正值，而非正選球員除咗焦柏橋同埋陳家正，其餘都係負值。其中蘇寧加同埋徐傑嘅負值係超過咗20，因為佢哋兩個人同時在場嘅時段冇發揮到應有嘅作用。佢哋最應該打嘅係1、5，蘇寧加嘅外彈作用係最啱高位先擋，然之後再策應或者係得分，側翼就可以無球反切。但係廣東隊嘅進攻好多停留喺縱向，大量嘅球權集中喺外援手上嘅時候，咁第4節就會被反噬。都話第4節同前3節係完全唔同嘅比賽。當前3節依賴外援太多，又要兼顧埋12人輪換，咁每個國內球員分到嘅掂波同出手機會就會變少。當個陣容搭配過於複雜，甚至會連場上面嘅位置感都會混亂。咁仲不如喺第二陣容以徐傑同蘇寧加嘅1、5擋拆主導，上矮仔就係要打小快靈，如果唔係就係防守送人頭。另外，正如賽季初我哋所講咁樣，12人輪換其實係雙刃劍，用唔到咁多人，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容錯空間，哪怕控制到冇一個球員需要打超過27分鐘，咁目標都仲係要以贏波為準則啊。麥高爾陣地戰嘅轉移球同埋防守都唔錯，但3分唔係強項。加咗佢之後，4個外援幾乎都係要用波，都係按照自己嘅方式嚟打，針對性就會唔夠。如果係要按自己嘅方法去打，咁就從籃球最初嘅擋拆開始，降低複雜程度。